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嘅咧當有意思哦。你大家講，一種嘅語言其實係表示介只族群嘅文化，非常嘅重要。你多學習一種嘅語言，其實你也做得認識介只族群當多嘅故事、文化、歷史。所以唔得讓你大家會講北京話啦、客家話啦、學羅威啊、學英語啊，嘅其他嘅語言。所以今日你就請到嘅裏邊哦，哇，佢非常嘅厲害哦。佢係你做得講，佢係一個名風，你做得講，佢係一個 YouTuber， 不過對佢來講，佢講佢嘅生命地圖，你一下可以是佢講北京話，你先來分享佢係你嘅阿爸師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貓咪場嘅阿發，我係揸10年冇愛講北京話嘅好多年。講得係嘛？我巴到阿爸師，佢們嘅開創會用一種你設計嘅風格，設計嘅 style， 幾種嘅。我講我用路地都普遍講嘅話係嘛？係啊，你愛落一邊嘅嘛？哦，就我用一筆筆開始。Welcome to Ahasa, the Chinese paparazzi. 各位拜。Welcome to Ahasa, the Chinese paparazzi who refuses Mandarin. 大家好，歡迎來到祝英台嘅三聲道傍尾旁。點知你會聽到足濟英語、足濟台語，含有一啲啲語言強嘅客家話，安尼叫做祝英台三聲道。中山鼓勵呀！你們知道其實你要做得去搭嘴鼓嘛？北京話講相聲那樣嘅東西。有哦，我做4年嘅時間有做過。有做過嗬，其實鄉親朋友可能有青島嘅人已經看過佢嘅樣片，有可能還有青島嘅鄉親朋友會知道講，阿爸師係嘛啥咧？不過你認識佢也唔認識佢，唔過基本你好好來了解一下佢嘅故事嗬。我會知道嗬，如果你係一個講唔可能講客家話嘅學老人，唔過客家話要講到清楚，唔過一開始佢講唔講客話，佢講唔講華語，佢說一開始嚟考試一下誒，來。而點好嚟到福喜來咧，其實而家清楚嘅單元就係老古言語，嚇以前嘅人留下來嘅，佢講佢清歪啊，你講一下做得冇？無往意樂翻熟係嘛？翻熟貨出，很厲害哦！你講一下乜人教你嘅？乜人教藝哦？你講客家話，沒有兩句話，就就加唔講嘅啊！你做乜嘢係嘛？正經跟你第一意思係咪嘛？就跳慢嘅啊，跳慢嘅要正經，同大家講一下，其實你睇無往。將意樂填滿咧，要翻到熟嘅你嘅貨，將超過對模糊到就填滿咧嗬。故作鄉親朋友要記得冇，其實也係以前人留下來嘅老古言語，基本你喺阿爸師嘅面前再複習一遍，就會按樣型哈。所以這個真的很有意思，挺有意思哈。好，嚟到鴉片，好好嚟摸一下阿爸師哈。就是你堅持你唔會講華語，唔會講北京話。嗰種而一下來到客家電視台，兒童係溝通嘅語言係客家話，唔講而係意思啊，而嘅學老人，係啊，等而講而係你，我講冇下年，大家會知道佢嘅客家話講到清楚，你是新學的，新學習嘅，以前唔會。學客話嘅時間係差唔多25、26嘅。嘅係幾多年前？差唔多9年前，你睇33。哦，9年前。係乜嘅原因？為本而開始愛來學習客家話，而客家話有咩講到硬學？有乜嘅困難冇？困難，我學客話係9年前去到南莊嗰邊有一隻客家莊，我到太南部啊，去留一隻客家人嘅老師傅學一種調歌嘅術語，我哋係冇人用嘅，我都擋龍乜嘅，然後擋出來一隻兔龍係乜嘅東西，就龍骨便秘嘅東西，調歌用奶用兔來做嘅，我都兔龍啊，然後老師傅學按用嘅術語，就學到客家話。真係可能看電視嘅鄉親朋友聽錯別啲，因為大家有生命。以前嘅客家人其實做農事嘅人千多，喺講而家係做農事嘅人，而家都會有按用嘅器具，睇下個兔籠，按用嘅架啦。我知道阿爸師會喺電視底度糾正我嘅客家話，我說我有一些壓力，因為我講工具佢就講架喇布，錯。其實幾種嘅架喇布睇下，其實千到嘅客家嘅鄉親係啲嘅，就係矮米嘛，有冇你按用？矮米按講錯嘛？你係你講精密所按用嘅地方，調歌叫做兔籠件。古所幾種是你去學習按用嘅
东西，然后按用嘅素衣就接触到青岛嘅客家师傅呀、客家人就可以是。没青岛啊，就一扎师傅听，第一期就係清米一扎咧。好，所以你就可以是學習按用嘅客家話。差不多捱到客家中到台南部，差不多半年就談嘅事，差不多就談嘅事，一年就差不多會講咧。真嘅就按用，按簡單。按簡單你就學到。差唔多。對到客家中差唔多個3年過聽啊，客家就冇進步，老啲就按用差唔多。佢嘅意思就係講3年過後，因為佢要學習係叫神嘅，故作3年過後係啲叫神，就會按用嘅。跟講一下，其實大家可能會想講，佢做按用嘅東西，大家現場有看到，也係你帶來嘅。就係啊，包米廠。包米廠對不對？後面因為你學習按用嘅工藝的時候，你就。即刻種米呀，很用就開始做那個東西。時間冇講嘅，初開始先學燈籠，學燈籠就籠就係籠過嘅東西，就自個來師傅，然後就有各本藝做嘅籠來按用來籠啊，就師傅啊，師傅是有一年啊填做冇給他填冇一本藝講咧，然後冇錢冇事情做，我就來學包米廠，在調到米差唔多5年到6年嘅時間咯。學燈籠又學絲田又學包米廠，一般上不錯，冇按背啦。嗰你會同鄉親朋友講一下咩？可能有青島嘅鄉親會知道，你學按用嘅包米廠，其實你有去到青島某樣嘅地方去分享去買按用嘅包米廠，係冇？有啊，全台灣就去啊，去到那邊就有花蓮、宜蘭，全部就有去啊。去到那邊就留那邊嘅農民朋友拿給種嘅米來包一下看，按用包出來嘅米廠嘅米是有乜嘅木樣用？你知道有木樣用冇？有呐，聽說有。按用會講唔出來哦，阿爸冇按背。你要知道你自己嘅包米香按用嘅東西有滿意冇？我唔是試過騙人嘅包米廠有下好食咧。真嘅，其實大家可能對佢可能行下多嘅了解，其實你看依個按後生嘅西來人嘅佢自己來啲按用嘅無樣嘅地方其實佢要學習按用嘅東西，佢自己做農事，也包米廠係冇進到我們的主題就係，其實佢講佢不要唔講法語嘅。所以講喺花園有一隻按用嘅願望，也係按用嘅跪天，按用嘅期待。差唔多啦。係，為什麼？因為有按用嘅想法。即係講我哋較悲觀，係人講咪悲觀。我就我知道，你台灣本土嘅人員全部就叫唔轉來咧，我自家咁講啊，就叫唔轉來咧。我估咗等到我變到動腦嘅時候，可能我80歲咧，我就想我現從人哋咧講兩條做食嘅年，50年後兩條就喺全台灣再會講下嘅年就會兩條，再會哦，到嘅時候客家話係用人講嘛，可能方面強用咯。估咗我知道，到我動腦嘅時候，我就看到啲台灣本土嘅人員全部叫唔轉來，到嘅時節。我啲工人我轉起嚟嘅時候，我就會看我啲生年要做乜嘅事情，嘅時候我想愛到今年嚟，我想愛按用老外自家講，有一隻北京來嘅言語，北京來嘅話，持續到我呢排台灣本土嘅言語，唔過我冇留意天數，到我20年清明一年咧，我想愛我做得。按用老外自家講，我冇留意天數。我做啲了解阿法師嘅心情吼，因為其實別平常時啲大嘴古也講法嘅時，講實在話，清南真係全部都用客家話來溝通，因為你會知道，你會知道佢唔便利。因為講過年要請假，有冇按用溝通請假？不過像移民嚟，像有時間係講轉移到中立嘅時節，去到市場買東西嘅時節，真嘅你會行到嘅市場嘅時節，你會看到青島嘅婦人家佢哋賣菜，也喺大嘴古嘅時節，請假但係就用客家話來溝通。以前我冇按用嘅感覺，不過一下我看到按用嘅情形嘅時節，我心肝都會清唔係感動，我有些難過，因為我會知道，係咪係我會知道講按用嘅背樣，按用嘅成樣，係唔係以後係講10年、20年過後，係講我行去到總立嘅市場賣菜嘅時間，我會發現我冇法度看到有按用嘅阿伯妹，佢都用一種親自然嘅方式，哎呦呀打菜幾多錢，去那邊按用嘅成樣我就看唔到誒，這是非常非常，其實輕有可能聽錯啲未來會發生按用嘅事情，我想也可能也係阿法師心肝度
有嘅感覺。看到唔講暗用嘅事情就會變到暗用。看到個賣菜嘅阿婆就講下講啊，順豐咧嘅可能嘅4年啦，拖過少嘅4年啦，啲順豐啊，叫做老年客講下講客家話啊。我又看到幾4年，佢就變到北京話。阿婆拿咗個給你吃啊！我就談到暗用講法嘅人係心會痛啲嘛。真嘅，我做你了解。還有乜嘅青島嘅故事，我同大家嚟分享。等一下，你就嚟講。今到歡迎繞牆道，佢講佢堅持唔講北京話嘅阿法師嚟到鴉片同大家來打嘴鼓，基本其實係來打嘴鼓嘅，因為超有意思嚟幫大家來認識一下阿法師嘅故事，又係阿法師嘅豬茶，係阿法真嘅阿法師嘅堅持係嘛嘅，做乜按堅持呢？係講用客家話，做乜按硬講呢？就係堅持就係。做唔得講北京話，不過其實大家都得了解暗用嘅心情，就像你講嘅啲，我去到市場嘅時節，看到阿婆也好，唔好講阿婆就阿婆啊、阿姨啊，較中年也講暗用嘅爸爸媽媽也好，其實啲市場講法嘅時節，係一種親刺眼、親神法嘅感覺，唔過就親講講以後看唔到暗用嘅成樣。就全部冇老些年嘅講法。也就係也下。你跟我兩三年講客家話嘅原因，你可以做暗用嘅事情嘛？嗬，唔過講到客家話，你會知道嘛？係講你堅持啲神法地度，你唔講法語，你去做些冇講，你會知道有乜困難？做些冇問題啊，所以賣東西就還會有啲暗用嘅困難，就譬如有啲較現代嘅東西，調過嘅台灣冇嘅東西，譬如講我上一擺去到 McDonald's 大家就去食暗用嘅 hamburger 呢東西冇講英文冇講北京話，我用講出來，客家話用講 hamburger。而家係冇嗌係冇，同你講嗌咩前輩好冇？hamburger 其實係後來嘅新嘅名詞，唔過係講而係冇嗌為講漢堡係嘛？就呢個東西嗌講廣東話較多，唔係講廣東話冇暗用嘅事，廣東話有 hamburger 嘅人是有人做動詞嘅翻譯翻譯係嘛？翻譯翻譯嗌講唔同就有人講呢東西我諗乜緊咧？第一隻講法有人講美國掛包。你較神奇啊！唔講難嗌，你較唔係講呢隻第呢隻講法有人講呢東西我攞漢巴架。用唐人親像日本話，就唐人就從日本話講 hamburger 呢東西，佢唔係引動腔聽哦，佢嘅意思沒有哦，意思用講啦，漢巴架係用講，就是一隻 hamburger 就係頂懸一塊胖，下骹一塊胖，兩塊胖漢巴架做伙，安尼叫做漢巴架。所以佢沒有咧，意思沒有咧，所以一反應就動講係冇，唔係講廣東話講唔出 hamburger 呢東西。問題喺台灣嘅消費地度，大家就冇按用嘅習慣，係講習慣，冇按用嘅習慣來用廣東話用客家話講，冇用本土嘅言語講，按用新嘅東西。真嘅，我會講。問題係麥當勞嘅人糖唔識，叫做後生年我買乜解喏？佢叫糖唔識嚟講。迄個捱起啲地度做死嘅人，而冇捱，而買萬用，可能用外嘅語言嚟講，可能會嚇，即係咩啊？用嘢嚇，就會變到暗。你就唔係牙嘅問題，咩唔係廣東話嘅問題，係夾條糖唔識嘅問題，唔係廣東話冇暗用嘅事。要唱有一班人要去食咖啡啊，老牙朋友要去食咖啡，我看夾條 menu， 看牙食乜哦，我講廣東話，安尼你學我一杯小籠經典拿鐵，就結拜，其實連糖嘅聲係講乜嘅哦？哦，吉他也是，吉他也是，就都暗用一百嘅成糖，其他嘅買咖啡嘅你全部都糖聲係講。讀到暗用嘅事情啊，就叻比。
兩筆，用筆嘅，大家講 body language 就身體嘅語言就係咁嘅意思哦。覺得真嘅挺有意思。可能其實阿法師講嘅係較小口嘅感覺，就是較幽默、較小口嘅方式來分享。不過大家做啲地度嘅，按樣嘅分享，大家做啲理解一件事情。其實我知道客家話同河洛話係冇共用，因為其實我知道河洛話保存嘅比客家話更加好。嚇，不過客家話其實因為以前做唔得講方言開始，其實有青島嘅語言係有斷層嘅，佢說都也係有青島嘅新嘅名詞也好，其實你按用嘅語言冇停定發展都呀哈，這為什麼呀？因為你看，啲科技進步，啲時代嘅進步，有青島嘅語，青島嘅東西同以前冇共，以前係農業社會，佢冇按用嘅東西，以前農業社會，但有乜嘅天咯，有冇眼滿意，像花樹咁樣講，山東嘅東西客家話全部就做得講啊，天空嘅東西客家話全部做得講啊，數幾地度嘅東西，用滷蛋背嘅東西客家話動多就講唔出來，好多方面共用。就係啊，像我媽媽就會問我講，天咯我做得講，唔過天咯嘅。乜嘅東西，可能大家做啲研究，做啲發明，做啲創作，按用新嘅東西。對，我記得我講河洛話嘅朋友，佢就會講咧，係一種言語嘅現代化嘅工商，現代化嘅工商。所以錯正義，所以其實按用嘅討論。挺有意思嗬，也同大家嚟分享問題係乜嘅，做乜嘢人講啲嘛？因為其實有青島嘅客家嘅鄉親會講，而哋後生人講客家話嘅時節，做乜一句話地度有客家話，唔過有嘅北京話連腔下。其實我可以同鄉親朋友嚟分享，也同後生人嚟分享。其實我從阿爸是按樣人嗬，進步係一步一步來嘅。因為鄉親朋友可能冇想到，也後生人哋大嘴步嘅時節，有青島新嘅東西，記得以前冇按用嘅詞彙，冇按用嘅詞就地來應用，就按樣嘅問題。唔過講到也好，係唔係而嘅河洛話以前，你講而嘅河洛話咩係釀轉來嘅係冇？係嗱，釀轉來就我做新年嘅時候，差唔多5歲以前全部就係講河洛話。我嗰時間我自己冇印象嚟，喺堂牙咪講嘅啊。我就去學教幼稚園啊，要國小啊，就全部就冇講我自己嘅係咪話？故說我嘅年成地度，我5歲到去年32歲，啊種22年嘅時間，全部就冇講我自己嘅咩法。故說，假是6年前讀到我，然後假是6年前讀到我，老我講河洛話，老我講河洛話冇辦法講3分鐘，講唔到3分鐘。真嘅？就一句2句咁樣。我知道你親有學語言嘅天分，唔過我想可能也係因為你有彈歌，故種而家係講同河洛話釀轉來嘅時間，學習嘅特別嘅。哦，呢個問題啊，呢個問題，我有一點鐘嘅員工，我講我用嘅老外自家嘅阿美話釀轉來，我其實你係懂，呢陣時我唔曉得講客家話，可能發講咗錯殘嘅，錯殘，按樣嘅做法就係，老外自家講，唔係講我啲客冇愛。唔係講呢一刻我再冇愛講北京話聽哦，習慣都做唔得上到北京話。你嘅意思係講你頭腦地想按用嘅事情嘅時，你嘅思想而家做唔得上到北京話。全部就要用我自家嘅阿美話來思考，按用咗有法度去親自演呀，親家同按用嘅冇用嘅，而嘅河洛話又係個客家話，而嘅河洛話釀轉來，好似新嘅客家話，按用嘅感覺。差唔多。不過因為大家可能從我一開始啲節目小幾期嘅時節，其實佢會嘅語言青島哦，佢會講河洛話，也會講客家話，佢會講英文，而英文也講到非常嘅好。而講係講而好似冇強嘅，你講客家話也好，河洛話也好，來好似英文嘅時節會很卡嘅。會哦，要按用一隻。係嘅啦，大家看下。所以一下開始其實阿法師嘅鬆口時間長。因為我留大家看下，其實呢個本土嘅言語地度，從客家話、從河洛話地度，就有按用嘅講法嘅發音嗬，就係英文沒有，客家話沒有，河洛話沒有，唔過北京話冇。譬如我講呢個聶上司，聶上司係用啊，你看啊呢邊寫嘅英文就 sit 老 sit。sit 係乜解釋？就係先不用定嚇，按用空起來，要坐下來，按用就 sit。
啊，唔过按用一只 V 嘅，按用一只 seat。那 sit 老 seat 要它重掉啊，它断掉诶，意思全部就冇共用。错啊，按用一只是哦，弹起来一枪是动共用一只是，唔过它重掉，它断掉诶，就变到冇共是冇共用嘅意思。按用嘅事情，好多方面有，客家方面有，英文没有。就是北京话冇，按用就係日常事，就你講哦，像英文地度啊，你家下有看到咧，就 sit 老 seat，可能把地度講乜概念啊？我就講按用一句哦，天當哦，天頂星會死，土骹人會死，啊，即個星咧死，啊，人會死，就它重掉，它斷掉，冇強勢冇強意思。客家話地度講用嘅喏，客家話地度講。你是，要做嘛呢？你是，是老是就会共用嘅音，它重掉，它断掉嘅冇共是冇共，就老英文全部就共用。故說故說還有你講按用嘅促音，你英文嘅 book， 還有可能發嘅古，客家話嘅嗌。按用全部就係講北京話嘅，你講唔出來嘅音。冇錯，因為種嗌，因為其實講到河洛話嗌就冇按用嘅研究，唔過講到客家話種嗌，記到係講你用拼音就係 NG，I 就 NG 就就按用按用嘅音。河洛話嘅對，有啲朋友可能清啲哦，講嗌嘅時節就叫所以嗌就叫按用嘅音，就 NG 按用嘅發音。唔過講到按用嘅發音，其實喺北京話係冇嘅。全部就冇。嗰時我嗌知道請用輕啊，因為嗌會發嘅音，嘅音講到客家就會嗌。按用嘅音有好多學日本話嘅動夾，日本話就夾到會看到有按用嘅gi gu ge go，就因為細年啊，你就搶會講北京話嘅細年，你全部就念唔出來。嗌啲嗰時候係咪似會講客家話，也係會講河洛話，真係清好嗬。還有乜嘅事情嚟聊下？你等陣嚟講。今日請歡喜做啲請到阿爸師來到鴉片同大家打嘴鼓，我發現阿爸師你講法咩真假吼？上禮拜有一次就練過啦，嗰時報到公路推嘅阿玉哥。真勁吼，因為你看哦，佢學習客家話做啲講到按假，佢而講法按假吼。我聽聽你講法咩真假，唔知鄉親朋友會知道兩三年講法鐵假嘅嘛？像嘅阿婆湯唔是？阿婆唔是哇，兩三年搞啦講到真假。不過其實我知道真有意思，就像你講嘅，係講你同河洛話嚴重嚟用較出產嘅方式有冇？動惡嘅方式。動惡嘅方式。不過呀，我知道係有效嘅哦，係講你一下講嗌，係講你白嗌，一下開始。木做白殼來嘅，到水木之前都做唔得。因為咧，你是4點鐘全部就講客。係相信客家話進步會真假，還有係講你發現你冇法度溝通嘅時間，你就夾去冇嘅事一樣講，你就會進步到真假。唔過講到鴉片嗬，其實上一堂節目你要分享，係講你會講冇講嘅你講客家話也好，河洛話也講，而去學日本話，而去學英文嘅時間會較假，因為我哋會冇講嘅上挑，有冇？我上挑比配音較多，一種也係兩種，就北京話可能係意義上就四種。如果去到從我嘅母語，我嘅阿美嘅話，就可能有五種以上。用其實你學其他嘅語言嘅時間，你就較有優勢嘅感覺。8種，好鼓勵他。唔過其實我講到親有親有意思，唔過其實親比上嘅事情就係，其實按用嘅語言喺世界地度，係喺英語有聽到嘅冇講嘅語言按用嘅模式。係對你嚟講，河洛話也好，又係客家話也好，其實雖然你用親惡嘅方式去統佢念轉來，也係好事嘅。唔過佢係慢慢嚟為模式。係啊。幾多年以上？就我家有講啊，我這家上差不多50年，就50年後，我條嘅條細妹了去做些嘅條細妹，50年後嘅條喺全台灣最會講客嘅
嘅條年，嘅群人，錯嘅群人，所以古數其實也下，無論係學校也好，政府也好，其實大家真嘅有意識到安樣嘅問題係真嚴重嘅。啲以前做唔得講阿美嘅花嘅年代，講實在話嘅兩時真嘅，你講可能掛牌嘅，要問下罰錢，要搞錢，係要搞錢，然後罰錢，其實要罰錢啊，做唔得講，做唔得講，慢慢大家會知道講，講設計嘅客家話，將會知道清排泄，因為大家嘅兩時會知道，講北京話係一種大家共同嘅語言。足爽嘅，你會知道嗎？足爽嘅。都係到呢刻出去到攞杯啊，我講漢老翻嘅，都聽到係唔係真卡嚟嘅。我唔會呢，我一下知道喺講我出去做地講客家話，我要知道清教我呢，我要知道嘿嘿，你唔會嗬，我唔會，你唔會嗬，按用就錯咧，按用就錯咧，按用嘅精神。嗰個大家嚟講係，其實要當然依隻語言嘅進步，依隻語言嘅延續。當然有青島嘅我們說學術嘅研究，唔過你同我簡單嚟講一下，你知道按用嘅嚟延續按用嘅，就我自家感覺，我哋本土嘅語言叫唔準啦，因為愛到乜解事情係爭咪講有可能就叫佢轉來呢，就愛到客家種地都全部嘅學校、國小、國中、高中，係喺譬如講大學，全部都要用客家話教。全部都用客家話教，唔係講客家話係一門課程安那講。課程係唔係講客家話係一門課程，係全部嘅東西都要客家話來教。好多種地都未強用，全部嘅學校，全部嘅東西全部用好多話來教。到嘅時間係真會開始想講，可能按用叫嘅轉來咯。唔可能你講嘅係實際面做嚟按樣做，唔過其實嘅係真困難嘅，因為先生用客家話來教課，也係一種嘅問題。唔過我知道其實觀念很加重要，根本你做到鴉片，你用你自家去做本大家看，其實你傳遞你本大家啲嘢，也係一種嘅觀念，也係有真多嘅後生會知道。你看到，你看外國嘅戲劇，佢都講英文，也係一種。佢講也大家真好看韓國嘅片呢，有冇大家講韓文？大家也學韓文，有按嘅感覺。以前嘅時代，大家真好看日本片講日文，沒有按嘅感覺。佢講你轉到客家電視台嘅時節，大家會知道，你同我哋講客家話，大家話，我睇唔是我冇去看，我睇唔是佢哋講乜嘅，我就轉台。唔講你看啲韓國嘅片，也係講日本片嘅時節，你唔會想去轉台。韓國唔是啦，韓國戲唔看到按聽。真嘅，就係講你看佢哋嘅片，你做啲看到按聽。唔講你睇下有想講嘛？因為其實公司採訪同阿法師分享一下，將我哋做節目嘅時節。當然，係講你有按樣嘅職業，你做啲全部都講客家話。唔過有時節，大家會知道，你做按樣嘅東西冇人看，因為你講客家話，大家會有一些排斥嘅感覺，會知道，哎呦，我睇唔是，我冇想去看，有冇？古時我知道觀念嘅轉變係真重要嘅，根本你做到鴉片就會一隻很好的、清好嘅理念同大家講。可能你都講下咧，客家人用唔講下。你真嘅親有資格講呀，啫吧？佢同前朋友你看阿爸是係學老人講，你看佢按來學按樣嘅客家話，佢客家話就做得講到按好，做埋大家做唔得。其實你按樣咩？本來自家反省一下嘅，就會講係唔係我嘅客家話也冇進步嗬。大家聽下來實問答辯啊，就會按樣。唔過前一段有講到嗬，還有請到新嘅名詞會建立。係呐，係對你來講，唔單止係新嘅名詞，你連書寫，你寫嘅時間，你自家嘅文章，你也係用河洛話嘅詩去寫。我哋都按面書當背，全部就寫河洛詩。我唔是我去年開始到呢下9整年唔是講北京話，到呢下差唔多有5整年，我大師就全部冇打北京話。我冇意害哦，你9整年以前結聽我做一樣嘅事情，經過9整年，你習慣嘛？差唔多咧，差唔多習慣咧。公司採訪嘛，你結聽做一件事情嘅第一個禮拜，會冇聲音講到下。反而冇，有對，我動聽，我動開，唔過也係習慣咧，也親切嘅，每係你用你嘅面書也好，你寫文章也好，你全部講客家話也好，老闆你寫嘅時間係用按樣嘅文字，有乜嘅困難，也係講有乜嘅面書嘅朋友本而嘅
feedback， 唔敢讲法假法，伊个回馈嘅时节。哦，你问题动态呐，一点钟演讲来讲，无听众还讲唔听，就系讲，你就想做新年的时节，然后你线上老人讲北京方用马扎斯用一下，马扎斯用一下，唔会去满记嘛，做嘛喺下两扎斯咯，你做嘛了唔喺下几扎斯咯，你就唔会按用去满记啊，做嘛了下变多，下假发爱下斯，后头发爱下斯，你就意见懂多，做嘛喏，就按用就唔错啊，哦double standard 相等标准，下方用讲。两种标准，两种的标准。所以，故说，就读到懂多按用给你，然后看到俺下个红老师，然后就啊，你下了再是按用唔错唔错。其实懂到里面按用讲啦，俺哋下自家嘅想法就係漢詩唔是下到按多。其實講像你。阿祖嘅漢詩文化潛地度，調過有日本，調過有韓國，調過有越南，然後老你客家話好多方面共用咗漢詩文化潛地度，呢個語言其實做冇辦法全部就用漢詩寫出來。你看你本年你下寫嘅詩，又有漢詩，又有夾條自家嘅看啦。你下韓國你全部就冇用漢詩咧，全部韓用漢詩嘅你就韓用乜年天天就香港。你看香港人寫嘅漢詩哦，懂都看唔是，係冇。就故說，你客家話還有好多話假是全部就要用漢詩寫出來，就會變到像你下嘅香港按用，就懂到你要做新嘅詩出來。故說其實唔單止按，可能你要做得用拼音嘅方式去寫出來。真嘅就像阿法師講嘅，其實也係一個清嚴肅嘅問題啊。真嘅我哋討論嘅時間，其實一點鐘未講唔停。一點鐘講唔停。唔過請最尾吼，喺節目最尾嘅30秒講一下，其實你係咪去學校講嘢嘅時間係講唔講下？北京話，共用啊。那學生嘅談什麼？我講，假使我係講本土語言，我每年就講本線上堂嘅較多。講本新年嘅堂嘅，就其實唔會親愛去講本新年講按困難嘅動作，就親愛去講屠龍。然後講爆米腸，全部部講廣東話哦。忙是讀到有客家嘅學校親愛去啦，冇愛跳質。我想看，我可能要來引薦一下，邀請阿法師去到用客家話來講嘢。我就來挑戰看賣，我全部講下來講爆米腸來講屠龍。耶，好清楚。新年嘅堂唔是夾到現場就出來，老愛反應。真嘅啊，真的哈，其實而嘅故事真嘅，我講1點鐘講唔停，基本嘅真嘅真歡喜，有請阿法師來到鴉片同大家，迄個有機會做得接來冇？做得啦。好嗱，做得。感謝。好，來是茶是爆米腸。真嘅，鄉親朋友今日前日當歡喜做得同阿法師喺我打嘴鼓，聽下來咧邀請你嘅鄉親朋友向下咧作認同你。